可以把政治斗争赤裸裸的执行，然后让市民去受害。开记者会提出劳工政策，搁找来前台北市劳工局长赖香玲，是讲到任内大巨蛋的政绩，大问题是愈讲愈生气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成立面切感叹讲，大巨蛋一拖就是8年。大巨蛋是你们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给我呢。我来的时候，大巨蛋就在那里，不是只有大巨蛋呐，还有北流、北艺啊。所以我劝国民党不要再拿出来打了。你真的要拿出来打，我就一样样拿出来清算。刷来内政部国土署嘛发文加入战将，提出7项基准要求落实。秘书讲专案停工5年，又搁点名大巨蛋增加地下1楼是撇烂站，认定的立场变来变去去前调。全部老百姓要认清民进党的嘴脸。你叫他去问啊，就问徐国勇跟苏贞昌啊，那个为什么还我那个消防安全要审1年4个月？理由是什么？直接点名前行政院长受理拿加列一夫当关的气势，拢无反映伫民调的数字。依照上新的民意调查，赖萧培36.9%，侯康28%，郭营26%，另外一分差搁较济，赖萧38%，侯康11.7%，郭营才14.9%，民众党拢总调查尾。就连政党的反感度，民众党是有48.5%，毋若是3党的第一名，竟啊比顶摆加13.6%。3个党现在那个反感度都40几%，这表示台湾真的出现3党政治了，只是民众党稍微高了一点，因为我们同时被蓝绿讨厌。投票日期愈来愈逼近，挂得赢，推出政策想要行出哪力围攻的困境，验过参例所归有痕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